南華同愉園晉身決賽。烈日下嘅母親節，超過6300人嚟睇比賽，旺角場接近爆棚。爭取3冠王嘅南華4強對傑志，半場補時階段，韋達高射穿人牆入網，憑住呢個入波，傑志領先1-0。不過南華換邊之後，同樣以罰球嘅招數回敬對手，迪天奴背對龍門倒掛，將個波送入網。好波不妨一睇再睇，呢球波亦都刺激起南華球員嘅鬥心。不過一個爭議嘅判決就改變咗全場嘅局勢。陳志康喺禁區搏到12碼。陸冠邦有冇犯規？呢個角度由大家判斷啦。12碼由泰利史高斯射入，南華反超前。成場波由呢一刻開始擦出火藥味。梁志榮同韋達高先後犯規領紅牌，傑志9人應戰。不過補時階段，陳少琪突破越位射入，兩隊90分鐘2-2，要加時分高下。進入加時下半場，鄭少偉拯救南華，先喺禁區趟入。佢喺尾段再入一球，南華最終贏4-2，爭標最後一道障礙係愉園。6-3嘅愉園4-0淘汰流浪。開波8分鐘，沈國強擲位粒射揭開大勝嘅序幕。換邊之後1分鐘，沈國強近門再入一球，擴大優勢。丹尼神接應罰球頂入，又再改寫比分。當羅振邦尾段入埋呢球波，愉園最終淨勝4球晉級。英格蘭冠軍聯賽升班附加賽4強首回合，西部